第二片呢，今后的交通方式就会做差的，因为淡江的家族就有台湾的CEP安泰。第二片无差的，就像无脚中央，真紧懂麻烦。但以下呢，就要听听的赛道南天气，以四股前沿的向前出发喽。讲到矽谷，唔讲你会想到全球一流嘅科技公司其中嘅所在。不过矽谷是唔系单指那一只上市哦，系由旧金山南湾地区几只上市组成嘅独批地带，对世界各地来嘅精英其中的一片土地，以是创新嘅想法带领世界嘅发展。今日研究先到当地同有名嘅斯坦福大学老人嘅向前见面，听听佢嘅故事。认识矽谷的创新精神。Kevin 哥，大安 ，Hello， 你这个家族的打招呼的方式嘛，然后约一个地方，东江诶，把你喊过来。不过，人家去到一个地方就是 Stanford University， 没错，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老想象中的地都嘅大学完全冇叫哦。亚特别嘅建筑，东抹中跟美国式嘅建筑啊，西班牙式建筑，红顶白墙，很长的回廊。对，嗰种让人约到一个 Stanford University， 你听说一间学校毕业未系嘛？很抱歉，我很希望是，可是没有这个能力跟福气念这个学校。你看来，第一个我没有这么多钱，第二个我没有那个能力。真嘅呢吗？真嘅呢。跟你老人约到那边有冇个原因吗？矽谷的开始呢，是从史丹佛开始的。那人们都说史丹佛是矽谷的摇篮。既然你来这边要介绍矽谷，那我们当然从矽谷的起点开始。Stanford University 是几只矽谷的摇篮，系冇个意思啊？因为这边矽谷是以初创公司闻名，像这个 HP、Google、Printer 这个印表机的，他们的创办人就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史丹佛在美国这么几千所的大学里面，这一所学校是全美国最难进入的大学，所以你能进得了哈佛，不见得能进得了史丹佛。做得落来一边读书的人咩？冇简单，都冇简单。长春发拍的迄时，简单的 T 恤老大贴肤，你做得想到一件太好地图的毕业衫，创造出来的sản色，差唔多係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嘛。一件全美國前瞻嘅大學，唔但將培訓一流嘅科技人才，還加希望學生嘅變做開創新橋嘅創業家，自由創新，老唔恐怖分享嘅創業精神，咪變做矽谷嘅核心價值。講到創新，當然仲唔對邊個矽谷嘅茶庫創業文化。大哥。亚特别嘅屋嘅看起来就东江嘞，东有历史的感觉。跟其他的房子是在这边的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有特别的意义。我们说这个史丹佛是矽谷的摇篮，那这个房子呢，就是矽谷的诞生地。矽谷的诞生地，整个矽谷是从这边起源的吗？是这个意思吗？没错，因为矽谷就是有很多的初创公司开始发展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HP 车库。这个 HP 的创始人一开始就是从在他们的车库开始做的这样，从这个 HP 然后到半导体蓬勃发展在这个地方。那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有很多的 IC 公司已经在这里，所以因为 IC 就是的生产需要细，所以当时有一个媒体人在他发表的文章里面就用了 Silicon Valley 这个字，就称这个地方这一个区域叫矽谷是这样的。可这个车库等于说就是一个矽谷初创公司的起源，这样。莫看斯坦福大學順條嘅茶庫按摩，一條茶庫是喺亞下動到科技大公司發展嘅源頭哦，包含 Google、Apple、Amazon 都係對茶庫出來嘅哦。咩因為安呢？美國嘅茶庫文化變咗後生人勇敢創業嘅代名詞。韓卡本斯坦福大學唔會受到傳統漢字嘅自由精神，全世界有名，成就了天下有名嘅矽谷傳奇。跟你啊，盖龙是你有没有想来一片读书啊？家里规划好的这个方向跟路线吧，因为我爸爸本身也是留学美国的哦。那因为父亲有这样的经验，他觉得出来这个地方对我们应该是好的，就年轻人见世面，可以看不一样的世界。我们该特别该抗拒啊，或是什么？不能讲抗拒，就是有接受，可是对要去另外一个国度，就是充满了这种忐忑，就是因为不晓得你会面临
什么样的状况，而且在台湾英文就已经讲不通了，不晓得到时候来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特殊啊，你13年，等于没懂无聊了。刚好我就不是一个人，我是结了婚以后才出来的。这边留学生，他们的另一半通常都会在美国这边读书的时候找到，那我是在台湾已经找到了另外一半，再一起过来这里，念完书毕业以后，然后就在当地这里矽谷这里找工作。矽谷的景气还算不错，所以他们也都愿意支持这些外国人，然后替他们办绿卡，然后可以留下来定居。所以我们当时也走了这条路。就按你几多年呢都呀？超过20年了。20年哦。伊斯兰。哇，应该你就算一半在美国人了呢。应该不能算，我的小孩大概他们就是下一代就认为他们是美国人。不过我们这个在台湾长大，已经当完兵出来的人，基本上都还是认定自己还是台湾人。1990年代，台湾人同好多美国留学。苗栗出世嘅 Kevin 哥，22年前就按你听听阿爸嘅期望。老母娘强下來到沙沙縣縣嘅家族讀書，畢業過後就留到當地做軟體嘅工程師。22年嘅歲月經歷矽谷嘅好壞，還卡見證了苗栗時代嘅發展。等下就到當地嘅天皇歷史博物館來看一下矽谷老科技同城嘅關係。Kevin 哥，呀看到一個專人哋講嘅金源係咪？對。你種一個就應該台灣東有名嘅㗎咋 ？TSMC 台積電，對。佢都做嘅嘛個8寸晶圓，就人家看到一個。就是這個呀。如果越大的話，就表示它能夠放的這個所謂的電晶體的數量是越多，這樣。這個東西就是你在所有的電子產品裡面多多少少碰得到，只是電腦裡面的 IC 功能比較強大的。其實東南兄講。要是如果這個半導體啊，這個晶圓不曾出現在現在這個世界上，那就沒有電腦了。對人類的這個發展來說，可能有動態的樣用哦。對，這是對整個世界的改變。對。Kevin，其實家啲門口一路行落來到鴉片啊。那個跳拿當歸出現動到嘅驚嘆號，原來人個平常動到神發地度嘅，比如講人用嘅天腦啊、天發啊，一個一個慢慢開始這樣子演變，一直到我們現在可以到這麼方便的科技的生活。對，亞洲嘅科技啊，其實就會講最主要發展的原因就是解決問題，人類的問題，對不對？對。你走這條路，都在做馬該用的處理。事實上，我在矽谷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都在網絡的這個領域裡面，寫軟體來控制這些網絡設備，讓你可以從這一部機器上面的東西就是透過網絡到達另外一部機器這樣。像我當時20年前來美國這邊念書的時候，那時候網絡基本上剛剛在這個萌芽階段，事實上都還沒有辦法做到我們目前現在這樣的網絡的使用，打國際長途電話，講個1分鐘，幾十塊、上百塊的台幣，講電話都要趕快急急忙忙的，只是能報平安，你基本上是不可能拿那個來聊天的。那現在在這個時代，就是 FB 是 Line 傳圖片，然後傳什麼檔案，就是這麼樣一點下去的事情，另外一邊大概就是1秒2秒就收到了。對，那最重要的是這些師傅都不用花錢。你愛講多久就講多久，沒有人會跟你收錢。對1969年 UCLA 到斯坦福大學嘅實驗室，提拔苗栗連線成功，到今還無半世紀，苗栗已經全面變轉人類嘅生活方式。一群世界前進嘅人，唔單將上帝兩萬賺錢，還卡思考定人類未來嘅進展。有高度運算能力嘅傳統電腦早就唔拉看了。泰國講未來嘅進展。人類永遠者有學習能力嘅人工智慧時代。哇，Kevin哥，哇，一台車冇方向盤呢？冇方向盤。等下呢，你第一個畫面你都看到懂多跟萌萌嘅馬賽克的時候，不要覺得是你不敢天使機 fight， 就會一下被呈現出來的東西。
这台车没方向盘呢，没方向盘，哎呀，自动驾驶。哦，哇，酷哦！其实啊，动多东西就会伫天样地都这样看得到诶。对啊，现在就在眼前了。车我去台北，我去高雄，佢就去咧。应该是这样。其实它个自动驾驶 autopilot， 其实轻有名的就会 Tesla 就在矽谷，所以到处都看得到 Tesla。我从它旁边经过，我觉得很吓到的状况是，那个驾驶人一手拿着一杯咖啡，然后一手拿着一个汉堡，然后他在开车。是啊，很震撼哦。科技始于人性，对。你就讲矽谷州的发展到亚呢这么蓬勃啊，你觉得美国的政府对鸦片有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美国基本上是个自由经济的走自由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于这种基本上自由经济就是政府的干涉是越少越好的。那矽谷应该是没有任何美国政府的辅助啦，或者是什么，基本上这里就因为有很多的创投的这个资金，大概不止美国，全世界大概很多的钱都会进到这边，工程师有创新性、创造性的一些 idea， 然后利用这一些所谓的创投资金来实现，然后做成产品，改变我们这个人类的生活这样。不过你讲到投资啊，有当到个东西要发展出来之前，投资跟应用来讲，看到那个东西可能是一个人天马行空的一个想法。不过这个事情之前，你们没办法确定讲听说会成功嘛？你是第一个做出来的时候，你要卖这个东西呢，那多少钱就由你决定了。没有人可以跟你竞争，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对不起，需要的你就得来找我。商人不可能做赔钱的生意，当然失败是可以的。他如果投资10个 idea， 一个 idea 成功的话，所有的失败的这些成本，他大概都可以收得回来。所以重点就是在于你是不是做那第一步。你什么事情就是要做先驱者。唔讲自己手，是讲你想法唔拉倒。顶2年变成嘅科技业，除咗份创新来改变之外，还较勇敢得摕跳牌嘅好光景，随时准备向下一步行嘅勇气。亚群科技人面对失败嘅宽容，对产品技术嘅向往，仰过一切嘅做法，改变嘅世界，没成就了亚斯团嘅矽谷传奇。其实现在很多人蛮会感觉到说，现在社会上的经济好像很暗厚，地下片没有干出动。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别的地方不好的时候，这里不见得是不好。可是这里如果不好的时候，大概全球的经济就应该是没有好的地方。真的呢。加州这个州来讲，是全世界大概是第4或第5大经济体，是比法国一个国家的 GDP 还要高的。当这个地方你都可以感觉到经济不好的时候，那有什么地方还能够好？其实第鸦片没有发现到，就会跟鸦片的工程师啊，做鸦片的工程师的人种，大部分就会法人，还有印度人，他懂哦。美国它本身就是科技人才的供给不足，美国本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当然就是寻求国外一些能够把好的人才带进来。华人跟印度人基本上相对的比较重视小孩子的教育，在这种科技基本人才库上面，这2个国家能够提供这样子的需求。所以美国事实上是你能来，是因为它需要这些东西。经济好的时候需要很多人才的时候，那大概问题比较不那么大，因为它有那个需求。可是有一天，它是经济没有这么好的时候，那这些公司焦点集中在新的东西的时候，它需要就是新的技能的人。那你如果不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也不会再跟你客气说我们还谈，因为你第一间公司做了10年，对你都有感情，某样的事情，某需要你的时候，拍摄哈。对，科技变化的很快，有时候没跟上脚步的时候，这个你说有自信，你一定能找到工作吗？这个地方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怕你没有能力，没有idea。OK， 钱在那里。你想做的一件事情，可能对未来还有帮助，有帮助，可以造成改变。对，就做得了鸦片示范呢，对，就闯看。对。其中的世界经营老资金的矽谷，可能较简单，有梦想实现，不过同时也非常的出彩。
面对靠经验嘅求新求变，还对很多人才嘅事故生存下来，除了要有学历、才情，还卡要有好运。讲技唔好，国卡有才情没冇用，也可能真系美国梦清真实嘅一面。听讲伊大早泰国嘅先去上班，沿线到佢迄个上司 Fremont， 听听佢嘅本用 Ivy 姐，继续来了解事故嘅想法。艾姐，你刚跟我说这边就算是 Fremont 的 City Hall， 对啊，你没看到那招牌就写，对，市中心诶，不过那边没空那么干净啊，看起来比较像是就是那种市区边边的那种小乡镇的感觉。比较外围，可是我们这边也是一个市，我们这边有 Tesla 啊 Tesla， 制造工厂跟组装工厂都在这里，在 Fremont 这边，很大的一片。然后它也是才刚出来的调查报告，是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个。全美国吗？全美国。评比的内容包括学历、所得、犯罪率，还有离婚率。古总，你从亚那边给好搞，没懂后嘛？美国它所谓的那个学校的评分有最高到10分嘛。那 Fremont 有5间高中，其中有2间就是10分。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华人啊、印度人都很重视小孩子的教育嘛，所以才会一直外来人口才会一直往这个地方挤。那我本来跟我那些白人的邻居都处得蛮好的，他们就说，哎，太挤了，而且房价太贵，所以他们干脆把它卖掉，只要拿这边房价的1/2去Georgia可以买一个 mansion， 所谓 mansion 是很大的房子。哇哦，那这样子这边的房价对其他地区来说就是差相当多了。对，像在台湾的话，是越靠近路边越贵，对不对？对。那美国是越靠近路边越便宜，因为大家觉得安全啊、隐私啊都比较弱一点，那反而比较山上的那些房子都比较贵。可是即使这个样子，你靠近路边的房子，觉得说这个房子破破的，可是你也很难想象它的价钱。我们是早来，我们来这边已经20几年了，然后那时候房价也比较低，所以我们负担得起。那现在的话，房价已经涨了5倍以上了。一个家庭没有双薪，你很难能够支撑这份房贷或者是房租。除了手影市场的竞争，世界越来越高的物价，要变作后生人我哋当地求生存的太考验，是喺全美国超高物价体系的死骨。假使啊，贵到就算收入超过平均水准的人，要冇啲买得出水。故作当多嘅复杂手工，高物价可能会主动世界的发展。不过就算安尼，还係有当多嘅华人上菜到来。哇，艾薇姐，亚薇觉得你讲的小台北啊？对，我们这边小台北讲华语跟那个台语，有可能会通，应该会通。就想念台湾菜的时候，都会来这边吗？对啊，我们这边方便啊，这边也近，然后这边其实有那个台式料理做的还蛮道地的，华人超市啊，台湾人喜欢吃东西都买得到啊。哦，顾总，包括小孩子的零食，对不对？人家所谓的中国味，中式食物你就必须要有中式的一些调味品，那你就是必须要来这种地方。它整个旧金山湾区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华人区。Fremont 的话，这样子的区块至少有3块。哦，那算蛮多的耶。哎，你就应该给小台北这个地区有没有就是像你儿子这个年纪，就是喜欢来到这边，他会特别去找什么吃？我儿子就是来这边贡茶、奶茶店。你说这一个啊，珍珠奶茶店啊，不管世界各地，珍珠奶茶就是台湾一个代表。到底好不好喝？在这边喝起来，试试看就知道。OK， 走，罗伊。某款也味细细嘅珍珠奶茶，也是喺离家1800里嘅乡亲，嘅心照嘅精神食粮哦。对家乡嘅思念，用第一杯饮料蛋糕，透过熟悉嘅米食，亲转家乡嘅养诶。是珍珠奶茶一件小口事情，对心照嘅乡亲来讲，实系渴望就要上到嘅太幸福。好吃嘞，差不多，味道是跟台湾一样，可是贵很多。所以它整个就是复制过来这边。对啊。不过加湿真给你查懂懂，因为个2杯加起来差不多嘿8块。对，8块。等于240台币耶。那让你儿子爱不爱喝这个？哦，超爱。他回台湾每天1杯。在台湾的时候，他说哇，才1块美金而已啊。所以他觉得说回台湾喝1杯赚3杯。每次看到这什么美食节目在介绍啊，或者是网络上面谁推荐啊，那我们就赶快做笔记，想说回台湾去一定要吃这个，然后去什么夜市一定也要吃什么，每次都要胖个好几公斤回来。像你那时候要来的时候，
你父母亲他们听到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当然是反对咯，因为这本来就不在我们的人生规划里面了。你说你自己的？对我自己人生规划里面没错，可是因为我是金门人啊，金门的小地方，在我之前没有什么人出国的啊，所以这个东西也完全没有在我爸妈的生活经验或是可能的想法里面啊，他也不知道我认识的这个男朋友是将来已经家里帮他的路都铺好了，就是准备要出国的。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想这么多了，想说啊，他出国，那我就跟着出来看看吧哈。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走到头的话，至少我还有个学位，对不对？啊，学个英文也不错回去啊。那只是没想到说我爸妈给我们的条件就是说，好，你要结婚才能出国。不过也好在结婚了，结了婚之后2个人一起出来哈，虽然无聊，可是你不寂寞，因为你旁边都有个人陪着，互相陪伴。对。那你那时候是做什么样类型的工作？工程师。电脑工程师。软体，所以跟 Kevin 是一样，跟他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平常就等于是跟电脑对话比较多，对不对？8个小时啊，那时候那个 project 都很赶，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所以真的是都很工作压力很大。你当然生活也有 up and down 啦，哦，你知道吗？矽谷经过2次的经济的灾难，是整个社会金融风暴，整个社会金融风暴，然后我先生有被 lay off 就是裁员，被裁了2次，很 down 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被裁的。哦，你也被裁员？在这边比较低的最低潮的那段时间，就是我被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哈，我正好在办绿卡，啊，那时候我们整个公司关了，啊，如果没有下来的话，就全部都没了，就是非常紧张啊。后来好在也是顺利下来了。那个时候最难过的不是说钱的问题。但是最难过的是那种心理上的问题，不安。你觉得你是被淘汰的 ？Do you want to experience this? Yes, you do. That's very much. Yeah, it is very comfortable here. Woo! Woo! 心理上的问题，不安。你觉得你是被淘汰的？我是这样感觉啦哈。那 Kevin 他可能自己有不一样的看法啦。那找工作一有压力的话，情绪就不稳所以你说家庭呢，夫妻之间的争执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孩子也小，孩子小的话，有一些事情总是会有孩子的问题。因为感觉你应该也是就是蛮有自己的想法跟主见。你现在问他会说我很强势。对。可是以前不是啊。以前我虽然也是一个工程师，可是我一向不觉得工程师是我能够适合我的工作啦。逼着念了2年硕士，然后就这样子去工作。可是你说我真的是要有那种能力，一直让我自己有那种学习学习新语言的能力，我觉得还挺辛苦的。然后加上小孩子也还小，所以一直不是我很喜欢的工作。直到我这几年，我做了我自己现在是一个人寿保险经纪。对于财务管理这种东西，我很有兴趣，我做的也很有心得，把你的自信心带起来了。那各方面就，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都是互相的啦，都会成长嘛。然后 Kevin 他也会成长，我也会成长。那我们自己就，反正夫妻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是必须要去找出一个最适合你们2个最能够 match 在一起的那个点，那个方式。对个人是未爱去美国嘅留学生，也下變咗獨立嘅新五心。另外一種大病嘅水熱，每本做人台風嘅 Ivy 係較驚訝。面對喜樂嘅人生 ，Ivy 是講，係講拄到咧就想辦法解決啦。Q 金山除咗用開放嘅心態歡迎各種創新嘅概念之外，還可以為其關心芯片議題直接出名。等一下就來去參加 Q 金山嘅大事情，看一下也在上市嘅當年勞保用力。各位朋友，其實剛行落來一個地方嘅時間，我嘅心情是都有點嘅緊張，有點嘅不自在。因為今年第一 Q 金山要特別係1年100個盛大的一個盛事，在9月的清明展辦演，也就係其中嘅 Folsom Street SM 的大遊行。
我第一次来啊，好像有点震撼。其实不是有一点，是很多震撼。从来没看过那么多赤身裸体的人，而且是全部脱光光的。像这样的活动，应该是只有在旧金山这个地方比较能够被包容吗？好像美国只有旧金山有这个活动。那你即使这个搬到矽谷里面，也不见得可以被这么多人所接受。等一下呢，你的那个画面，你都看到懂得跟萌萌的马赛克的时候，不要觉得是你不给他天使给 fight 的，你别压开，就会压到被呈现出来的东西。我们再去前面看一下，探险一下。1984年起始嘅 Folsom Street Fair 清早開始，其實係家族奧多拜俱樂部狂歡節，因為參加嘅人從頭昨天本人看到就會面風嘅皮衫褲，喊卡 Folsom 街廊時開嚟動到件用皮嚟做主題嘅街包，變做一下係世界上清泰嘅皮製品盛會，當然差唔多就會想到超過40萬人嚟參加。Where you come from? Denver. So travel, have some fun, and then come here. Do you mind if we ask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Or you retire? No, I work in a university. You work you're a professor? Yes. Okay, so you both? No, I run a construction company. Oh, okay. You enjoy this event, or you shocked by what you see? Oh no, it's fun. I mean, we like it just for the kind of Halloween nature of it. We dress up, just fun. Any meaning for this dress? Just for the fun of Folsom. I've got many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nd it depends on what I'm feeling for the day. So sometimes okay. like this, sometimes not. 本身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A nurse. A nurse? Yes. 哦，护士。哇。 In this kind of culture, you have a dominator and a submissive, right? Role, right? Sometimes. For me, again, it just depends on the partners that I'm with. And Oh, so it's not always. 被驾驭的那个是什么样的感觉？可以告诉我们。 I think it's dependent upon each individual person, and for things that it could be something that they've always wanted to do and never had the opportunity for, and others it's just innately who they are and they enjoy the act of being submissive, and so the reason I love the fair. Yes, because it's the most sex-positive city that I've been to, and it's a really welcoming and encouraging culture. So. 除了好皮制品嘅人 ，Folsom Street Fair 也變做好 BDSM 嘅人朝聖嘅所在。就算連啲美國都卡唔敢公開講嘅新議題，啲卡寬容開放嘅舊金山都有機會做啲公開交流、留討論，進一步認識自家嘅身體同體質，尊重他人嘅無強用嘅生活方式。 So this is your shop. This is my business, yes. A lot of these designs are designs that have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wood you can use. So some of it's about what's pretty to look at and also how heavy the wood is. Because a paddle that's made out of lightweight wood feels very different than a paddle that's made out of heavy wood. 在打的过程不就是为了痛吗？ It really depends on what the person who's receiving it. Maybe they're playing a what we would call a seam, spanked by a wooden paddle from a teacher like they might have been when they were a kid. So for them, it's the experience. The teacher who is the person in the dominant role, the student is the submissive. It's not about the pain, it's about this experience of, oh, I have this teacher that I want to spank. So it's kind of psychological. It's psychological, yes. 那像在这个过程里面，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吗？ Very much so. Part of this, to me, is not about the journey of the head, which our day-to-day life is so much about up here. What do we have to do? How do we have to be prepared mentally to go through our day? When I step into this environment, I step out of that, and I step more into an environment that's about experiencing something physically affects me mentally, spiritually, emotionally, and erotically. So the one thing that's really important in this type of experience is consent. If I could take this toy, this paddle, or this leather paddle here, and I could just go beat on somebody with it, and that's called abuse. So what is important and what makes this different from abuse is the fact that we'll have a discussion about it and we talk about it, and I know that he's consenting to me doing this with him before we start. So my question is to you, do you want to experience this?
Yes. You do. Okay. Yeah, I want to try that. Okay. That's very light. Yeah, it is very comfortable here. 这种程度本来感觉有点像那种按摩的那种感觉，好像有点马杀鸡的那种感觉。你觉得怎么样 I feel good. ？Good. He I don't know why, enjoy but it. I like it. Yes. Would you like to try a little heavier? Yeah, can. It hurt? 其實我呀大家行到一個 SM 嘅搖線地度啊，我嘅線管都一直有條比較唔開嘅感覺，不知道為什麼他打了我以後，我覺得我好像放開了 OK. 然後好像也有一些釋放，就是從輕輕的開始讓我覺得像在按摩，到開始慢慢變重了以後，我覺得有點痛，但是好像又有點舒服。I don't know why. Yeah. Why Is it happened? normal? Well, sometimes we never understand, but that's sometimes in the understanding is not so important. It is just to feel that. And you don't have to understand it to feel it. And if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in some ways it even takes away from the experience. So you just what you hold on to is, yeah, it was nice and I felt release, and that's all you need to know. 喺台灣帶有特別性聯想嘅 SM， 也係 BDSM。其實董強調建立啲雙方同意嘅尊重蛋糕，基本有項每名嘅鼓勵莎莎都變做好 SM 嘅人，要本人一個更加多元包容嘅空間。希望達成人體有嘅限制，唔會高本沙飛，持久以來對性嘅想象和指定，尊重達成嘅生活方式，更加係要從感染法嘅意義。Almost 40 years ago, and now we have sister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e are like nuns, like Roman Catholic nuns, sisters that work for their communities, but we work for the LGBTIQA community. So that means all the sisters are gay? No, all committed to working towards causes that are supportive of sexuality and gender and alternative ways of living. Today we're here helping Folsom by working the gates and helping collect money and being a visible face for the organization. But throughout the year, we also collect more money for underserved organizations and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around San Francisco. 那像现在他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个地方都可以像这样子举办这种 SM 的一个大趴。We have 2 events here in San Francisco. We have Folsom. I know that Berlin has a Folsom event that's modeled after this event. It's functioning for 2 reasons. One, it's providing a space for people to be themselves and experience themselves through their sexual desire, through their clothing desire, through their gender. It's a safe space where you can just kind of be out and open about who you are. The second thing that's trying to say is to say that there's a lot of people who have alternative views on sexuality, alternative views on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and we're here to say we're not hurting anyone, we're having a good time, we're enjoying ourselves. 不管是对就是来看的人，或者在这边享受在这边的人，都是一种很棒的享受。Okay,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You're welcome. Ivy， 今天感不感妙man？刚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么多赤身裸体的哦，那觉得说啊，一下子刚开始不敢正视啊，然后后来久了之后看了之后，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健康的事情，那只不过把你心里深层的另外一面展现出来。我们看多了以后，然后渐渐的去他们容易在提供一个环境地度，然后我们天天去了解他们真正的就是喜欢这样装扮或者喜欢这个活动的意义以后，我觉得这好像当中好像有一些甚至可以治疗我们的心灵上面都有一些创伤啊或者什么，在这个地方真的可以看得出来玫瑰人一堆人，不管是人种啊多元文化的一个包容，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不要某一种会都偏给你，在这个地方你在安全的地方做都是 OK 的。對於開始嘅好奇，留唔了解，到後來感覺冇乜嘅奇怪，留保用。韓國從生態變種感染法嘅Folsom Street Fair，未改變嘅自家，仍然對 BDSM 嘅各種奇怪嘅想象，就算好嘅冇強用，愛嘅芯片冇強用，舊金山用嘢太放棄了嘅差別，喺相互尊重嘅前提下，本達成人
有自我探索嘅空間。離開一難忘嘅法通，天天 Ivy 轉一個卡，老就愛同太好嘅來 Daryl 見面咯。Hello， 你好，我叫大漢。大漢，就先恭喜你，就是準備要進入大學的生活。謝謝。對你自己來說，這個是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是啊，新的環境，然後就是可以碰到新的人啊，然後交新的朋友。也是第一次要搬離家這麼久嗎？嗯，對。你是要過很多錢的生活呢，還是過有意義的生活？台灣再怎麼樣都是我們祖國，是我們都是培育我們長大的地方，我們沒有做過任何的貢獻，所以現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應該是去為台灣的偏鄉，為台灣做一些事情。2年級到6年級是在家裡自己3年級到6年級。3年級到6年级。可是那時候在自己家裡上課的時候，你會就是等到你再回到學校以後，你會覺得跟同學之間回去學校的時候，我都沒有朋友的，所以我第一年在我7年級在學校是算蠻有困難的，不知道怎麼跟人相處，我只知道怎麼跟我媽媽爸爸。那怎麼辦？所以就是要 experience 一下嘛，就是要自己去看一看要怎麼跟人講話，然後自己交朋友。為什麼會做這樣一個決定，說要讓他自學？我覺得在小學這段時間應該是要玩佔多數。我回去台灣的時候跟我舅舅住，看那個他們小孩子，就是到傍晚才回來，因為都在補習。看他們就是覺得我自己有點蠻幸福的，然後不需要經過那樣子的東西。事實上，在美國的那個學校也是算還是蠻會玩的，跟台灣比啦。可是當然，我跟媽媽，我現在相處跟媽媽很好。我覺得是因為我那個時候自學，所以我們在家裡的那個環境都很好。感情，跟媽媽的感情，跟爸爸的感情。媽媽其實在家裡給你的教育，我覺得應該是屬於比較台灣式的教育嘛。畢竟媽媽還是在台灣長大。去美國學校，我是覺得那個同學本身們就是很愛，我們都會跟我們老師那個挑戰他們的那個想法嘛。可是就像有一些老師，特別就是那個白人的老師，學期開始的時候，他們跟我們講說，如果你要問說為什麼我們在學這東西，你就馬上問。然後如果你覺得那個考試的題目有問題，或是你的那個答案你覺得是對的，如果你可以跟我講說為什麼是對的，我就會給你分數。他們就是那種很想要那個小孩子自己去想法，然後考慮說為什麼東西會對。所以媽媽平常教你的方式是什麼？你坐在家裡嗎？對啊，聽媽媽爸爸講的話。他會跟你說什麼？聽我的就對了嗎？對，對啊。你有聽嗎？等到他開始有自己想法，開始在挑戰你的時候，那到最後爭執不過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You are living under my roof， 所以你就要聽我的。可到最後沒辦法，我們還是一樣都 compromise 啊。其實美國的教育，它不要求你，也不重視說你每個人都要一樣，你可以有你獨特的地方。可是本身是從台灣過來的，我們帶回來原來的那種教育啊，那種理念都在我們身上根深蒂固，這種就是衝突的點。可是因為我跟我先生特別注意這一點，就我們選擇留在這邊，選擇在這邊養孩子，我們就是盡量改變我們自己去適應這個系統。頂下看來嗰種亞洲嘅亞愛啊，對生兒啊，就會有啲會過多的保護。亞洲的父母很怕小孩跌倒，當然我們隨時準備他跌倒之後，我們隨時準備去扶他。可是就是你要讓他有跌倒的機會，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路走。然後小孩子，你只要說給他一個好的方向，給他一個好的框框，讓他自己在裡面去慢慢的去摸索。然後這個小孩子本質是好的，他自己慢慢的成熟。只要你給他足夠的時間，他會長大。每個人開花的時間不一樣，對不對？哇，這樣辦。出生在無共樣文化背景嘅兩代人，雖然面對事情有無共樣嘅看法，不過陪同 Daryl 成長嘅過程 ，Ivy 要重新思考自己嘅人生觀。聽聽 Daryl 向下學習調整，相互扶持，幸運是美國也在天意故鄉。Kevin 哥嘅爺愛，未啲11年前來到灣區黑，喺 Daryl 準備去讀大學之前，就聽聽佢嘅福音，向下溫馨嘅四川飯。他們
来，没问题。这个是我自己种的四季豆哎，整个后院除了草皮以外就是菜园。阿爸，你种介拢是用要来到美国一片特殊咯？我上班的单位有那天星研究所啊，就有个研究计划啊，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申请的奖学金出国读书啊。跟你讲是，你有没有按顾虑讲呀、来呀、买呀，全部就来美国一片特殊？因为我来美国读书读2年哈，感觉呢，有机会呢，我本期出来美国读。不管佢拖來好，拖來唔好嗬，那個環境呢，比對台灣較有嘅安尼建設啦，嚇，佢唔好講井底之蛙啦，就是去，就是要去吧。唔好出國，唔好邊疆多出國，因為我本身啊，就因為我畢業後呢，我對天星區上班上7年後當出國嗬，一辛苦啦，當多東西唔記得。生意來一片特殊，你就轉去台灣做事嘛，繼續做事。喺退休過後，你因為一下就會喺啲一片11年的嘛。11年。因為講就會講想要多轉到美國的一片想法。我沒閒財時間，我當然都轉去皮工業啦。所以習慣就是講當年下就轉台灣啦。轉去差不多2年當都轉來。所以說美國生活、台灣生活用片就很適應啦。唯一的較難適應的嘛，台灣的天氣熱天就凍唔掉。嗰時候熱天我有機會我過到一片，因為美國的家族喺熱天唔好講熱到安尼。過完熱天後，台灣的生活不差啦。台灣的甜食老一片供應，你會選擇去哪邊？嘿，我選擇台灣會選擇台灣，因為台灣係你較多朋友。鴉片有朋友，但是鴉片的朋友係做事40年以前來留學的留學生大家背景冇同樣啦，行得近對美國唔係對台灣，像我也就講下落葉歸根近係你對台灣啦。跟阿英你咧，來鴉片在這邊生活，你覺得跟台灣比較起來？夏天我就很喜歡這邊，等到冬天的時候，我就要回去，就像那個候鳥一樣了。但是不管怎麼樣，還是我們的家鄉好，我還是要回去。所以說如果有可以回去機會，那我一個原因我不用好打牌啊，有啲位打麻將冇盤啊，一邊冇嗎？這裡很少。小阿爸留學美國嘅經歷，牽起嚟三代人到美國嘅緣分。唔過無共樣時代，可能有自家對美國嘅歸屬和想法。對介朗是把握嘅機會。後來為到成年留喺美國嘅 Ivy 和 Kevin 來講，聽聽 Daryl 睇嚟準備搬出去，佢哋嘅新冠度嘅美國夢，係唔係有改變咯？你那邊特殊過後，最後是決定留在這邊工作嘛？就一直都壓下按照個時間。但你知道你做個決定係錯嘅嗎？人生不能重來，如果說不這樣的話，會不會更好？我們當然沒人知道不過以目前生活的狀況來講的話，是這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這樣。我不知道歐洲其他國家，但是相對比較於台灣的話，美國真的是很適合養孩子的地方。那個我們就從教育來講好了，教育的話是很開放的，給小孩很多的自由，給小孩很多的選擇。然後我覺得小孩在這邊也比較快樂，也快樂很多。對。不過我覺得你跟 Ivy 比高起來，你算是比較幸福，因為你的爸媽都在這邊，對不對？我們這個 generation 來這邊移民過來的父母如果沒有跟着過來，都會有這樣子的兩難。尤其是如果說你已經有了小孩了之後，小孩慢慢長大，你不能離開他嘛，不能把他放在這邊可是小孩長大的同時，父母也在慢慢的老。所以你就是會碰到這種兩難嘛。所以我們在考慮說，等到我的兒子念完大學之後，我們就有想，我們是有選擇了，有選擇，就是有在考慮說回台灣去，然後順便去為台灣的偏鄉、為台灣做一些事情。我們26歲離開台灣，在這個之前的話，我們都是受台灣在台灣
回台湾教育，受台湾的教育，然后长大。我们从来也没工作过，也没有付过税，所以我们觉得说，台湾再怎么样都是我们的祖国，都是培育我们长大的地方。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的贡献，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人生应该是，有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在美国是已经达到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然后再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思考，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比较有意义的生活。有这样打算已经多久？大概是到了最近吧。对，反正人生到不同的阶段，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对呀，还是要选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了。就是说，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是要过很多钱的生活呢，还是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一些付出可以改变别人的一生的话，那我想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对阿爸嘅美國夢開始，我轉頭看20年嘅試過人生，Kevin 哥講，這間唔係報紙雜誌地度萬眾生意嘅條好成功人士，唔過曬行家真實啲美國代表，內心有個煎熬嘅大部分人嘅樣嘅，天天集團新任務完成，人生嘅下一階段未有了無窮樣嘅期望。我相信有嘅後輩成員為天天感恩付出嘅善念，有無窮樣嘅光芒。